西游记》中的唐三藏，原名玄奘，是一位充满智慧和慈悲的佛教高僧，也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。他的一生承载了取经路上的艰辛与奋斗，体现了信仰与勇气的典范。唐三藏年轻时便对佛法产生浓厚兴趣，立志出使西天，亲自取得正宗的佛经，回来弘扬佛法，使百姓受益。然而，这个愿望并非轻易可达。他在求得朝廷支持之后，获得了出使西域的机会，但却历经数次波折和考验。在取经途中，唐三藏师徒4人，包括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悟净，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。唐僧本人虽然没有过人的武艺，却以他超凡的智慧、坚定的信念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，领导着整个队伍走过了种种险阻。他对待众生始终保持一颗慈悲心，即使在遭遇妖魔鬼怪的困扰时，也常常选择怜悯与宽恕。他对待徒弟们始终关怀备至，尤其是对待孙悟空的包容和理解，使得整个团队始终保持团结和谐。在《西游记》的故事中，唐三藏不仅仅是一位僧人，更是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精神领袖。他不仅仅是去西天取经的任务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和挑战。他在面对各种困难时，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内心的平静和智慧，这种品质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伴和读者。唐三藏的形象是一种信仰的象征，它代表了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智慧的尊重。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部神话传说，更是一部道德与人性的寓言。通过他的旅程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的品质，看到了慈悲与宽容的力量，也看到了人性在面对困境时的真实面貌。总之，唐三藏是《西游记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他的一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与考验，最终不仅带回了真经，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和世界观。他的故事不断提醒我们，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，只要心怀信念和慈悲，便能战胜一切。